大家好，大家好，又係南晚咧同大家討論時事熱話嘅時間啦。錄音嘅時間係3月31日嘅下午。呢排咧有個大新聞咧，就係呢個緬甸發生呢個大地震。而家截至目前為止咧，遇難人數已經超過1700人，受傷嘅人數幾千人，失蹤嘅仲有幾百人。所以咧有時真係咧點講咧？我哋真係要活在當下啦，要咧係及時行樂啦，因為發生呢啲咁嘅災難嘅時候咧，可能無論每一個人咧都難以幸免嘅。尤其是係今次緬甸發生地震嘅時候咧，泰國一棟高樓大廈咧亦都係倒塌，而咧好多唔少香港人旅遊嘅熱點咧，亦都出現大廈搖晃，上幸咧係冇進一步嘅危機發生咁解嘅啫，係啦。咁所以大家咧面對啲咁嘅天災人禍嘅時候咧，一定要咧係即係要好好有啲嘅啟發咯。雖然咧你話緬甸之前好多詐騙園區詐騙咗中國人甚至係香港人，咁但係一事歸一事啦。咁同埋永遠都係嗰句啦，唔係所有人都係衰人嚟噶嘛。咁所以咧，對於緬甸呢個地震咧，我哋亦都係致強烈嘅哀悼咧，同係悲痛噶。咁而今次嘅緬甸強震咧，我哋見識到嘅係咩咧？中國速度、中國力量。中國喺呢幾年當境外發生咗一啲天災地震嘅時候咧，派出救援隊咧，已經基本上成為一個常態。由之前嘅土耳其地震咧，相信大家仲記得。今次呢個緬甸咧，又要接近我哋嘅邊境啦，所以我哋係第一隊，中國係第一隊到達當地嘅國際救援隊。而喺去到3月31號中午呢個時分咧，即係我呢個錄音嘅時間咧，已經係中國嘅救援隊咧，已經係救出咗最少3名嘅幸存者，救出咗3名嘅幸存者。嗱，第一名咧喺廢墟中被救出嘅咧係一個咧係一個老人家嚟嘅，一個老人家嚟嘅。當時好似就話困咗已經係超過60個小時啊，困咗60個小時。係啦，困咗60個小時，但係佢獲救嘅時候咧，生命體徵咧仲係良好嘅。咁呢個咧係好令人振奮，好令人振奮。咁然後有一個咧就係話一個被埋60個鐘同樣係嘅小童，一個5歲嘅小童，咁亦都係救翻出嚟啦。咁而再令人開心嘅就係話，原來咧喺同呢個5歲細路仔嘅同一片廢墟之中咧，再救到一個係孕婦喎，係啦，孕婦希望咧，即係簡單而言，呢次可以叫做同時救翻2條命，同時救翻2條命。呢個孕婦咧獲救時咧，生命體徵仲係良好嘅。我哋希望後續嘅治療咧，佢會盡快咁康復啦。咁所以換言之咧，中國已經到目前為止已經最少救咗3條人命，3條人命。呢個中國速度咧，確實值得咧係點讚，值得點讚。而我哋香港特區同樣屬於中國一部分咧，亦都派出咗香港特區嘅救援隊。因為香港嘅救援隊其實設備好先進嘅、精良嘅。而我哋喺前好幾年前嗰時已經成立咗呢個單塔救援隊咧，佢哋嘅經驗各方面咧都好足夠。係啦，佢哋而家據聞咧已經去緊震央嘅位置咧，係準備展開搜救。因為大家要聽翻嗰個統籌協調咁嘅，唔係話你去到咧自己想點做就點做。係啦。咁然後咧所以無論係我哋國家嘅救援隊定係特區嘅救援隊咧，都已經係咧係工作緊，而且係非常之咧係危險嘅一個任務。所以我哋喺呢度亦都首先祝願咧各位英雄咧平安歸來，圓滿完成佢哋嘅搜救工作，希望咧係獲得一個良好嘅結果。除咗救援隊之外，我哋國家咧已經講咗啦，會1億元嘅物資咧，各方面嘅物資咧係會送到去緬甸。而特區政府亦都預留咗3000萬嘅賑災基金嘅一個撥款，預備咧係可以用嚟咧就係去救援呢個災區嘅。咁所以換言之咧，無論係我哋國家定特區啦，雖然我哋之前同緬甸咧，因為一啲詐騙園區嘅一啲事件咧，令到民間嘅交流都受到阻礙。咁但係咧大是大非當前咧，我哋一定咧係以救人為先嘅，以救人為先。尤其是緬甸咧，其實係一個一帶一路嘅一個好重要嘅節點嚟嘅，因為佢接壤咧係雲南嘅邊境啦，
咁所以其實咧，我哋同佢唔係話大家無厘啦更嘅，係真係一個有關係嘅國家咯，係真係一個有關係國家咯。因為最近睇到一啲網上嘅輿論咧，咁當然就係主要係黃絲嘅一啲煽動啦，就係話喂，做乜要賑災要基金會要留撥款啦？做咩仲要俾呢啲咁嘅國家？首先，賑災基金會原意大家係咩先？就係呢個源於咧回歸之前嘅立法局嘅經驗係設立咗噶啦。好簡單一樣嘢就係人道主義救援喺我哋嘅境外發生嘅一啲事，係啦。所以無論係以往嘅最常見，當然就係內地嘅地震啦，定係再近啲嘅土耳其啊，而且今次嘅緬甸咧，其實都會有一個嘅預留撥款，係啦，準備咧去作出呢個支援。我希望大家可以好客觀咁睇我哋呢個做法咧，其實就係因為我哋身處香港呢個福地，香港呢個福地咧，長久以來就冇戰爭、冇天災、冇呢個等等嘅嘢，即係唔會有地震嗰啲嘅。咁所以我哋如果能幫人咧，其實係一個福分嚟㗎，係一個福分嚟嘅。如果你仲話我哋點解要幫呢個，點解要幫嗰個？咁其實係一個視覺一個點講啊？好狹窄嘅一個格局，好狹窄一個格局，就甚至如果直接講咧，愧為人嘅。所以希望大家咧唔好受到一啲誤導咧，就將而家個撥款就賴到佢之前個預算。我話預算案又唔派錢唔派成，而家就咁慷慨搞幾千萬。首先就係話我哋賑災呢個做法係恆久以來㗎啦，回歸前都有㗎啦。唔係今時今日突然間話好似話我哋對住人哋又慷慨，對自己人就孤寒，唔係咁嘅意思。而且預算嗰個問題都講咗啦，你除咗節流嘅同時，其實係有啲投資未來嘅一啲方向。大家唔好成日諗住嗰個筆數好似好簡單咁，喂，唔投資未來派晒出嚟咪得咯？如果係咁簡單，咁就唔使揾精英去管理個政府啦。即係大家鬧就容易，但真係做到嘅時候，其實一啲都唔容易嘅。係啊，管一盤數。點樣既睇翻而家又要管又要睇將來，係咪先？咁當然你話做乜細節可以優化，尤其係精準咁樣咧，係幫翻一啲咧係生活比較艱苦嘅群眾咧。我覺得呢個係需要嘅，尤其是屋方面起屋方面，一定唔好成日大隻講，一定要起，一定要俾到人住，唔好理樓價跌唔跌，一定要住咗先，因為住係一個基本需求，係啦，所以係咁。呢個嘢都想講，所以大家一定要分開幾件事去睇。相反，我覺得我哋中國人，我哋香港人有咁嘅福分去幫人，而今時今日我哋有咁嘅力量、咁嘅技術去幫到人咧，其實係一個值得點讚嘅事情。所以喺度再次祝福我哋國家嘅救援隊、特區嘅救援隊咧，可以圓滿完成任務，平安歸來。我哋為你哋而驕傲。好啦，下一集再同大家討論其他時事熱話。拜拜。